大家好，我叫漢月玲，我今年6歲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成語故事叫做掩耳盜鈴。有一日，有個小偷見到人哋屋企門口掛住一個金色好靚嘅鈴鐺，佢好想將佢偷返屋企啊！然之後佢就發現鈴鐺就會發出當當當好大聲啊！佢就諗咁大聲就一定會俾人發現㗎。於是個小偷就諗到佢自己覺得好聰明嘅方法，佢就話：我用隻手揞住自己對耳仔，咁樣自己聽唔到，咁個個人都聽唔到咯。最後佢一邊揞住佢自己嘅耳仔，一隻手就偷嗰個鈴鐺啊！點知個鈴鐺發出好大嘅當當當當當響啊！個主人就走咗出嚟捉住佢啦。掩耳盜鈴係用嚟形容自己自己，以為大人知道，人哋就唔會發現嘅做法。多謝大家。